那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的这样啊，并不是说是讨厌这些他的爸爸跟妈妈，他的这个太太跟儿子，然后讨厌他的那些大臣啊，伤害他的人也是只有一个而已嘛，他的兄弟而已，其他都对他都很好啊，但是他对他的兄弟都是那么的爱，那么的怎么说呢，包容，那其他的就更不用讲嘛，对不对？但是他为了所有的众生，看到他的这些人民的这种生老病死的这种痛苦的时候，虽然他自己是很幸福，又健康又年轻啊，要有什么有什么，有权利有什么都有，能力各个方面，但是呢，看到天下的他的这个怎么说呢？人民里面就是有生老病死的痛苦的人的时候，他就忍不住嘛，就自己一个人去出家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道理一定要知道，我们就必须得要怎么说呢？严厉这些我们修行的障碍的这个方式，是必须得要选择一个自己适合的方式。我们必须得要做到自己内心的清净，环境对我们不要有影响。我们严厉环境是没有这个条件嘛，对不对？对不对嘛？对。没有的情况下，我们就必须得要选择用怎么说呢？用那个怎么说呢？特殊的方式，下更大的这个功夫，严厉自己内心的清净，好不好？从现在开始跟同学相处的时候，也是包容，真的不要有任何的要求，无条件的情况下包容，这就是佛教徒的一个修菩提心的方式。你讲实践的很多道理是没有用真的没有用。讲实践的道理是实践上就是道理，但是这个佛法上面来说的就这不是道理。实践的很多道理也好，很多法力也好，都是为了保护自己，所以就是我执没有办法放下放下我执才是佛教的道理。因果的道理就是放下我执，不要为我自己一定要为了所有的众生。所有的众生里面，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你的金刚师兄是跟你最有缘的，所以呢，你就不要产生这个过去不管是好的缘好，不好的缘也好，今生变成家人，这是有特殊因缘，所以说不定过去是真的是最严重的出人，都有可能但是众生的因缘就是这么可怜，众生就是这么可怜。那这次好不容易能够遇到了殊胜的佛法，获得了下满人生，能够可以在圆满的聊这个过去所有的生生世世当中的所有的不好的因缘，那就为什么不好好的选择呢？为什么为了这个不下一点点功夫？为什么不放下一点点呢？自己的？所以就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今天我们讲到这个禅定的方面来说到，就完完全全就是放下是最重要，放下才是会能够达到可以修持禅的这个基础，可以说是这个条件，对不对？所以放下是什么？放下执着，好不好？那么来到佛堂里面的时候，金刚师兄之间，金刚师兄是非常重要你们一定要某某师兄我比较喜欢，某某师姐我比较不喜欢，那种想法必须得要放下，好不好？好不容易有这样的一个因缘，金刚师兄里面聚在一起的这个是，当然是大致上来说到多数的都是过去有非常殊胜的因缘才聚集在一起。但这个里面也有一些过去也是破坏过僧团破坏过一些这个善的，但是也是有一些的功德，所以就是这次说不定还是一个机会有一个就像我们实践的语言来讲，叫什么那个改邪归正，是不是？改邪归正。
对，就这样的一个机会，说不定是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如果你不去改，然后就没有办法就好好的就是争取这个机会的话，那就再也得不到这种的机会，都有可能啊。所以就是多么可怕嘛，对不对？那这次就是遇到了这个秘法，形容就是相当就是一个竹筒里面就是一条蛇长在那个竹筒里面一样的。那大家都知道嘛，那常常都是在很多地方都是看得到，而且是这个是常常都是每一个上师讲法都是有这个形容嘛，对不对？但这也是莲花生大师说的，并不是其他人说的。他本身的他的就是道理也是这样的。竹筒里面的这个蛇就是只有2个地方出来，就是一个竹筒是这样直起来，然后就是放一条蛇在里面，要不就从下面出去，要不就从上面出去。那这形容就是在修持密宗的弟子，要不就成佛，要不就下地狱，没有第2个路可以走。所以要努力的话，我们就不用走更多的冤枉路。佛的故事里面很多国王很多的那些每世做了很多功德，就是因为这样又就是变成什么样，落成什么样等等这些。那我们遇到了密法的获得了密法的这个修持的这些弟子来说的话，主要就是简单的你的心固好好的修持就成佛，很简单，没有第2个路可以走。那这个当中就是如果是做破坏的、诽谤上师的、诽谤金刚师兄的、诽谤传承的破坏僧团的，那就这些就非常严重的罪过，就非常严重的，只有1个路可以走，就像刚刚那个竹筒里面的蛇一样，就是只有下面的路可以走，那就很可怕嘛，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欢喜精进，而且要懂得害怕，不懂得害怕是非常麻烦的。不懂得羞愧，不懂得害怕，这些是非常非常不好的。那刚刚到哪里呢？因此我们远离这种人。对，如果是依靠农工商文化等众多感人事物与众人来往，则称为费恼，自己对此经常忙碌，也无有利益，如何精勤也无什么实益，致富愿力无边际，辅助亲友亦无边。因此我们应当督作业边，使其无有了解知识的一切所识即散乱，远离故乡，奔赴异地，居住原动，与野兽为友，调摄身心，使其衣食名义，唯有无人空谷处度过人生。那我们呢，就是唯一做不到的就是无有人的这种空谷中，就相当于就是没有人的地方，这个是我们做不到。但是前面我们所讲的这些，不要为了自己的名声，不要为了人家他人的表扬这些都实际上可以做得到。一定要自己内心里面自己的心呢，就是保持一个这样的一个清净的话，这个是不是什么做不到的事情？那为了做到这些，我们就是平常念金刚萨埵的白字明也好，祈祷本尊如珠穆也好，祈祷那个释迦牟尼佛、莲花生大师等等，所有一切的功课都是为了能够可以做到这些，所以我们要圆满功德。因为没有特别的没有一定的功德的情况下，那就是很难做得到的。但是呢，我们也是要同时学习，自己要观察自己的内心。一次办错事情的话，就是不能继续办错事情，必须得要改正，一定要改过来，然后就要忏悔。没有办法不懂忏悔的话，这也不行。如弥勒日巴尊者云：无人山谷圆洞中，
恒具厌离，图世心，上师乃为三世佛，强烈信心永不离。如果依尊者所言而行，只会发现与令人伤感之处可产生禅定，由此自然会升起出离心、厌离心、信心、清净心、禅定及三摩地等一切正道的功德。所以我们应当对此尽力而为。那么在这里所讲的弥勒礼巴尊者所讲的能够可以产生这个内心里面产生这种禅定的这种境地，相当就是在没有人的这种山谷之中呢，就恒时严厉就是严厉这个实践的所示，然后就自然而然能够可以产生出离心，然后同时也是对上师三宝的信息也是会越来越强大。然后这里还有就是有一个就是相当就有一种怎么说呢，与令人伤感是什么意思？这个伤感的意思来说到就那这个方面呢，就是必须得要了解，这个并不是说是因为在人群里面严厉了人群，严厉了热闹，严厉了这些实践的这个一切相受就悲伤或者痛苦吗？不是这样的，因为知道一切众生的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一直不断的造业，而且到现在也是一直不断的在多少的众生在地狱当中不断的在痛苦，多少的众生在恶鬼当中不断的在痛苦，包括人类众生等等各种各样的在六道中的所有的众生都是不断的在感受痛苦，而且呢就是这些一切都是我们跟他们的之间或者是一切众生彼此之间的这些怎么说呢，那个关系都是父母小孩那个怎么说呢，那个敌人亲人，就是这种的关系，但是众生无名愚痴，这些一切关系都不知道，所以在小孩呢为了玩具在那边哭闹一样的，一切众生都是为了实践不断的在痛苦的时候呢，就是菩萨的内心里面呢，菩萨的内心是为众生在痛，同样的道理，所以就以这个叫做因为就是我们在因果气质当中所讲的一切众生知道是自己的母亲，然后再知道母亲有恩，要知道报答恩德，所以就这种的那种菩提心跟慈悲心的一种状态，就这个意思，不是说是他就很悲伤很痛苦很孤单，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是在这个方面有的时候就是理解错误的话，那当然就是没有人的一个人在那边，那当然就是很痛苦很那个怎么说呢悲痛很伤感这是不是这样的？但是因为这样的情况下，知道上师三宝才是能够可以救度一切众生，而且自己呢就是遇到了上师三宝，才是能够可以了悟了这些道理，对不对？了悟是有各种各样的了悟嘛，有很多层次的那么就是知道这些的道理，了悟了这些道理，所以可以才修持嘛，对不对？所以就我们也一样的要知道，我们自己呢就是第一能够获得人生，知道人生的珍贵性获得下面人生的珍贵性，获得这个人生当中自由修持的这个珍贵性。那但是唯一的就是我们要争取的要重视的是什么？实践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一定要精进努力的修持，精进努力的修持，这才是最重要的。Done ni bu dana pa je
Nanje Valon Trubaya Zubun Zole Droga